家家有好事，马莎哥哥来主席。大家好，我係扎比。大家好，我係英英。開始錄音。對啊，我算數都唔好，係咪唔記得？啊什麼噶？你係密室嘅節目誒？來看你啊哦，按多數字，拜託一下好冇？你在買股票啊？不是財經節目哦。唔係股票。我弟弟哈進步多，芥菜咩做在上市上櫃的？台菜就係主事嘅東西，有辦法。想一下，莫你做的當那個人家老婆當人妻哈。我們只會算豆芽，不會算數字。開玩笑啦，因為啊其實我咩相同。不過第二張人懂厲害，第二張能人懂厲害。厲害在哪？他在拼上市上櫃，芥菜哦，芥菜大軍。要怎麼樣？他可以讓芥菜上市上櫃走向國際，你不覺得很厲害嗎？那我們來看一下他怎麼樣。怎麼樣？走上國際。你要反應啊！你現在懷疑我，等於想說芥菜怎麼回事？對呀。我跟你講，芥菜將軍來了。好，我就給他一個封號叫芥菜將軍，好唔好？分享一下，芥菜將軍總引總，還沒講還有啥？你好，來，有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哎呀，我香港本來要起隻燈，是不是有將軍？有的感覺，有嗰種。我家你看人波白吼，真運動力，我家冇講唔錯吼。冇咁厲害啦。哎呀，你本身以前係做乜嘅？我做科技業。科技業，這個叫做 SOP。流暢，我算流暢。因為啊，大家都講，做泰菜做乜嘅？泡菜啦、鹹菜，還有乜嘅？梅乾菜。不過我看人家報表啊，我家啲競爭一下，喂，數學很差5年的時間，人家開始做多2幾年。15年的時間。15年的時間，我告訴你，那個成長的倍數是大概5倍到6倍。哇塞，很厲害耶！所以有用你在那個科技業上班的這一套管理流程來做這個芥菜嗎？有些是有的係以為啦。咁乜嘅經驗乜本嚟想講，哎呦，嚟哋下冇去做科技業，嚟做泰菜。係安尼啦，以前做泰六家下面做下工廠嘅時候。你泰六個？做創作啊人咧，1年100-200萬嘅做一串啦。不過想嘅。轉來鴉片做咩以後啦，因為我父親佢年紀相對太，太家就冇轉來做事啊，後生嘅冇，故所想講，喺度老師不用下來，轉來鴉片做咩以後，咩以後。今年你有冇卡本帶係做種田、絲田而係講，有做啥的？做絲田，爸爸就坐喺種呀鹹菜啦，鹹菜芥菜。難怪啦。唔過種嗰個體也冇一度啦，3-5分咧。今年種了，家下就等於做較大地位啦。今日知道你很勇敢呢，因為你剛剛雖然講的雲淡風輕，我一年差唔多年收入100-200萬。我其實剛眼睛有亮了一下，年收入。100-200萬，你要來講當難呢。不過你來標題安尼工作，一定要決心嘛。我唔懂後生呢。係啊，我36歲。67歲啊。係啊，其實按你講起來，就是這樣的年紀，對按你身份來講，年收入100-200萬，你我想我標題出題，一定皮膚行人嘛。還有人自家有蠻少。天早係想講呀，呢套係冇無人做嘅，發生喺度我開始做泡菜啦。呀，泡菜呢套無人做嘅話，阿婆做嘅菜就會呢套就會冇睇啦，市場睇。佢會說天家上到就係講呀，菜做唔得本然冇睇。天早就看到嗬，個人哋鹹菜、芥菜嘅行業吧，有前途啦。就講看人哋報表就差唔多可以看得出嚟。泰菜將軍、芥菜將軍也不是說而已嘛。對，先來做什麼菜？我們做我們最傳統的一個泡菜頭。泡菜頭 SOP 先拿出。冇啦，佢本身第一步我做乜嘅？第一步呢，喺度先介紹喺度菜，喺度排骨，便宜的排骨，係喺度3層肉，喺度貴州筍，喺度泡菜。那先切乜嘅？我先切3層肉好。水還蠻滾嘅。好，來。
跟讲你展开时嘅时间系在柳改片工作啊，是做什么样的职务？做厂长啊。哦，哇，厂长。你还没从总啊，他现在是芥菜大将军呢。对对对。好，所以我就先留给3层肉切一下啦，然後他研究切的就看，係啦，他太房啦，太房啊。話該睇了解片幾多年？差不多有6、7年以上啦。哇，你一開始是先過去，資源那樣啦，就有乜問題咩？就過去天數安尼啦，後尾就做嗰片定點安尼。哦，做下就本人留下來管理。留下來管理啦，設廠咧，新的廠房安尼起落安樣。啲水滾嘅嗬，伊農人得排啷個一包，啷個一包滾嘅，好啦，那得下去聞一下嘅，來，不容易水湯的啦嗬。些水先湯得去。啊，就高水安尼高下去有冇？嘅然後就燙啊，做咩混啊？哦，係。有水安尼混咧。哎，真係學到阿婆。哦，差唔多。就好咧。好，就嚟，可以做，來切東西。哎，又唔記得弄介紹咯。我們有那個瓦斯爐公主，大將軍，稟告大將軍，我們有瓦斯爐公主。瓦斯爐。嘿，英對不起。大將軍面前。瓦斯爐公主。公主怎麼會要做事呢？哎，不得了哎！拜託你管所有的瓦斯爐跟烤箱哎。有火的都給我，小心一點。我錯火就可以。好，好不容易切，你泡菜湯一天來標嚟處理啊？筍誒，貴州筍，貴州筍沒做得，安尼給苗栗筍沒做得。沒做得哈。我鹹的啊，貴州筍的話，其實產量較大啦。古時候人用貴州筍好，你切之前，應該看啷個一包愛煮湯嘅水面滾的哈。過嚟發，你排骨要標下去嘛？排骨標下去。好啦，麻煩一下。拉的這樣標下去。拉。佢正經係公主，佢都不讓人家接近他的瓦斯爐。好來，來切東西，滾佢拉哈。好來。因為其實我知道你哋一來一敢煮菜嘅啊，冇佢之前啊，佢都有戴護目鏡，還有安全帽。護目鏡跟安全帽，冇人騙你啦！你喺當當然冇毛，要保護自己呀。唔係，我知道唔係，係冇時間。好，用下去滾嗬。嗰天嘢喺度嚟湯下就有3層肉。哦，用嘅水嚟湯3層肉嚇。來，湯一下就做得哈。來。好。我怎麼覺得今天英英好忙哦？湯嘅就好，然後湯嘅高水啊樣。好。要用愛高水，高冷水。好。你細有做過鹹菜嘛？有啊，做到太啊。做啊。阿婆做前面啷係做。香嘛，香係啷啊哈。你做到皮乾嚟，有啲鹹菜可以香嘛？你係唔帶來啊？係我帶來。哦。特別香呢。特別香啊。特別香。我一講，譬如講你傳統下來嘅 SOP 就燜啊、滷啊咁樣，但係你自家來啲下上到來做有乜嘅改變嘅地方？哦，冇就像以前佢哋講嘅啦，熱條西、鹽來滷、叫來燜、塞條雜。得我講一遍，因為我們唔記得預備起。熱條西、鹽來滷、叫來燜、塞條雜。好厲害哦！有老人家講嘅啦。真嘅，這個順口溜哈，有像是按嚟出記得的哈。好，你要先切係嘛？冇，一就先標嘅的。先標煮肉，然後一就會做順下去。先標做順啊，因為先標做順啊。標做順。先標做順。好。用標下去，標做順啊。佢哋有沒有 SOP 啊？不用排骨。不用排骨，不用煮肉，不用做水，不用做水，有 tempo 嘅哦。係啊。好，係做得嚟嗬。然後就做順先下啦，做順本意先滾，後尾將標然後就會鹹菜，泡菜安尼，將會用隻架到強下嘅人就菜綿綿。因為佢會起化學作用。認真咯，起化學作用。起化學作用，給菜就較綿啊呢。就算薄過嘅就肉就較軟啦。好，接下來再切呢，泡菜。泡菜啊呢。大概來看一下。
哎呦，哦，差不多做得标嘞哈。喺度冇切到啦，我標嘅吃米拖呢。好。好，應該火做得金，哪個要幫佢火哈？另外一個哪個火做得金啲啦？先標一啲。好，先標一啲咧。係，再嚟將等佢滾上嚟標準嘅係嘛？哎呦，厲害！有有拉拉嘅。係拉。本件米拖可以平均。有啦哈。好，從中按做對吧？好。可以。準。感覺你這樣很企業化經營跟管理哎。係啊。哇，這些是你的那個芥菜大軍。係啊。你要出嚟講咧，講當貼片咧講因為外家啲嘅大追國嘅時間啊，就講就當提到啊，原來我們其實傳統的行業其實沒做到很現代的管理跟經營。對。好冇？發酵加用嘅菌種有冇？佢咩有溫度嘅控制嘅問題啊？比如講唔做唔得營業都同一隻溫度啊，咱不條變高一點嘅、大一點嘅，然後一起嚟控制講用嘅親和適咁樣啊。就因出像唔講嘅啊，唔記得加轉頭講佢嘅創造，佢管理嘅時間係啱。對我來講，我覺得他就是將軍，他在指揮這些台菜。其實該休息就要休息。該出征的時候就要出征，你看他現在就犧牲，乖的，沒有犧牲，沒有他乖乖的，因為我手上拿就展現在這裡。好，等佢滾係嘛？等佢滾。跟你也被老廣一份分開來，也被等下做配備嘅地方出嚟先留意到，然後也量都不用等下等佢較滾。等佢較滾掉，所以它太掉。你咪會拌兩擺來拌。拌兩擺係唔鐵擺換那個係拌價嘅同志換出來。天一擺它太掉。天一擺換嘅話係也吹熄起來，看會脆脆嘅感覺。哦，有感。兩擺變會較好啦。冇強用。愛啲嘅。哦，聖經你喺阿婆教嘅嗬。好。喺度看一下。看一下做得冇？火要較細啲位啦。所以講天擺冰嘅攏嘅泡出來米絲煮出來。天一擺冰嘅是維持嘅口感，有脆脆感覺。你愛先買鹽嘛？唔是，也先吃一下。吃一下米拖。好。那你吃就是了。吃就是。你說鹽來吃就是。哦，OK。反正洗那同時啊。好。謝謝。食喎。加鹽哦，加啲咧。我知道其實東西都好深，加啲鹽來。加啲鹽。好。因為像阿伯卡啲煮料嘅時間，要冰啲咧薑嘛，薑嗬。冇冰。但係你冇薑用啦。沒有，可能你食嘛嘅食薑嘛就薑嘛，食芥菜就薑芥菜。幾啦。好，我再試一下，對，來，再試一下。然後他就一直試，然後整鍋就吃掉，自己吃掉了。做得嗎？做得，不用加啲菜下去。不用啲菜下，好。排水哦，天一擺嘅口感。像你喺木卡有攀照，像你下時間按你是做嘅上作咯。哦，有米拖出嚟。係有哦。有。先裝起來好嘞。哦。本太噶看一下來裝起來。好，來。我們可以盛盤了。盛盤哈。你有冇感覺？我來你就是請你來我們家做客啊住宿，我比你還急，因為我好想吃。大拜有你煮，我說哦。白飯準備好，白飯嗬，通常都係安尼嗬，搶完客先丟出來，搶太架式咧，先丟出來，等下唔拉則個你做下去做，係冇？嚟，同太架講，我搶太架式嘛嘅，鹹菜湯嚟咯。
用讲今日做的全部牙破水未做的，禀告将军。不过铁杆做了等好食，听一头出来爱做的是真肉哎，臣罪该万死。摆在那拖出去斩了。原来将军当中还有元帅啊！禀报将军，容我向瓦斯炉公主，我看一下火到底好了，水开了吗，公主？好了，怎么了？都不怕烫，对不对？对。来，吃看啦，哦，很香哦。这是香港泡菜。福菜。我讲今天一香泡菜，一香肉。我讲，虽然讲客家人最好食咧，就是最会做的最好食咧，就是泡菜头。不过人家泡菜食起来真正同配啥无共样，因为人家感，係真正吞落去以後，它的後韻是在從舌尖，還留住哦，留住，然後你會自己想用舌頭按你頂一下、抿一下，有冇？然後所以呢，個感面係真動厲害呢。因為要泡菜吼，不用嘅青色咩有半年一年多嘅啦，從高嘅菜，從香嘅菜。所以講你特擺出來嘅每間泡菜一天要半年以上，半年青色要半年以上。哇，難怪。因為佢要種落那個紅嘅底度，多泡，慢慢經過那個時間的淬煉。對。然後才會有按你米透出來。你食起來有冇？攏平常食食落真嘅無共樣嘅。譬如一日我會時常食係時鹹，咁講解咧鹹出來就甘甜嘅梅頭，就是你的這個功力深厚，搭配你很好的這個鹹菜，動厲害哦。之前呢有講過鐵條吼天鵝頭嘅，我哋啊將軍頭嘅。有酸啦有跟酸还酸到肚吼，有的人也会这样酸到呢，就是有时候神经会抽一下，这个没有，这个完全吃盐说到神经抽一下，那我的味觉神经被抽动了，对不对？你睇现在菜啊菜光出嚟煮湯，咁菜梅喏，咁講料頂我做乜㗎？做係咪整肉？泡菜整肉。難怪劉一本來很想講，哎呀，個菜梅做埋留下嚟。結果嚟做好冇？做泡菜整肉，鹹菜滾整肉。我再快結果話鹹菜滾整肉，梅乾菜蒸肉。我跟你講，我用講今日做嘅全部我泡水未做嘅。唔過禀告將軍，唔過鐵杆做咗等好食。聽一套菜愛做嘅係蒸肉誒，要很下飯。真嘅咩好一下，因為係做嘢嚟一天咩當好食，你有做過冇？有做過，唔過冇成功，唔拉一米。來吃到其他方法一天咩不錯，因為係啊，想要跟芥菜達人學看。將軍，將軍是將軍。不敢。好來開始做啦哈。我看到他特別的係講，二龍牙婆以前做共用會放這個，就是花瓜。花瓜你買乾頭嘅時間，買最傳統嘅。因為人家都買，我本買唔到，人家都暗瓜。係啊，你自家做嘅哦。冇，唔咩啊，自家做嘅啦。豬腳係呢梅乾菜嘛，泡菜啦，好，開始做。好，人家就家下要切下來嘅鹹泡菜麵咩做得啦，人家就鹹菜咩做得，人家鹹菜較香啦，泡過就做得嚟啦。要鹹菜嗰陣就先切油啦，切油嘅話等下煮唔是煮到碗球。你愛碗豆嘅嘛？咩做得啦？禀報將軍，換上新武器。那個手感太輕了，不夠重，所以用不起。是，將軍都是我的錯，臣罪該萬死。擺在那拖出去斬了。你已經開始跟他演起來了。他沒有演，他就是將軍。你有實拍過嗎？張轉來的時間。忙是實拍過啊。因為我喺本演 content 呢，我實誒，真嘅啊，在監視你。爸爸。對啊，你在前面做，他就是幾做出會不會 content 呢？原來將軍當中還有元帥啊。那你禮拜來上節目煮，你就全部下線走過嗎？
给平常的时节就有煮本饮食啦，然后有去拜坛的咩，就会煮安尼的东西。拜坛呢？哎，拜坛呢？青创市集啊，青农市集啊。你懂懂嘛？哈，就煮本饮食啦，因为人家唔是讲要米头好安尼唔好啦，有时候我会做的话就做本饮食安尼，差唔多嘅。好，喺度来碗，一碗瓜。鹹瓜好，鹹瓜吼，跟那成得落來啊，成裝。我先裝起來，加透明膠，好，好嚟，得盤嚟好啦，嚟安住先。然後再先攞個冰起來，等下再控下。好，平常时拜坛的迄伫哪边拜？做完就國道休息站。哦，你喺懂到青創市集啊？國道休息站叫冰嘅。去家嘅壇邊。係啦，要選喺七家嘅攤位啦，因為主正做個擺咩。佢煮唔擺安尼。跟 MV 啊，你以前算做主管嘛，哈，主管啊，做主管你要出去哎，算有一點拋頭露面，有陣時你讀多一點，可能冇了解，你還講啊不知道，他就會說哎你聊好什麼，也還講就是你可能會不小心，就你可能要花比以前還要多時間去說服別人。就那本意是挺實在啊，有時候好食的話就是騰騰就買，啊，時候唔好食的話，其實人講，那邊做嘅唔好食，叫我用嚟做安尼，做不要買東西，其實會人唔講啊。更有酸講，哎，第一個吃的口味，它的表情是什麼？第二個表情，第三企業化管理，不要做統計了嗎？你要慎選人啊，慎選你的客戶啊，你總不能把你的。喺度鹹菜乾啊，呢梅乾菜、菠菜啊，那本嘅食過食生意呢，佢一天冇老買嘛，我千萬人，現在就婆婆媽媽嘛。哦，你看人家出去經驗，青後時會煮嘅人，一看那都是。菜色也有分年齡層比較喜歡。因為一般人嚟講，冇辦法接食到係瓜子肉，瓜肉。如果加上泡菜以後，你瓜嘅暗瓜嘅甜味，會綜合到我們這個泡菜的酸，之後讓那個肉的那個甜味又再釋放出來。跟我大白時間，我以前都想講啊，我婆當位，譬如講初一15，也初二16，拜土地公，也出去拜阿公婆，有陣時會留拜仔嘛，就會有那個罐頭瓜瓜。喺度要切頭嘅先，不用轉去，那個汁很重要哦。必須煎定。要暗瓜嘅汁然後同不用強下呢，然後就梅乾菜不用愛強下就有鹹酸甜嘅味道。嘿，有鹹酸甜。絞肉高肉，嘿，將來幾湯匙咗啦。安子先，好，先不用嚟啲肉。特別係做安尼肉鹽吼，做唔只適合當食，大部分都會挑後腿肉，係嘛？後腿肉啊，3層肉啊，安尼，看完的肉啦，絞起肉，咩做得？絞起來有點嘅油安尼，油嘅話，然後就泡出加強下，泡出就唔會鹹鹹。嘿，後邊就不用嚟啲梅乾菜，菜葉的部分。菜葉的部分，因為不用蠻多啦，先不用看啦，絞看啦。吃看啦，先吃的標。差唔多。乖。種下唔怕嚇，好種下嘅最種下。夾湯汁記得要留燈。係，一天都不用落去。係。要不然就不用人的調味料啦，哈。好，那不用乜嘅？冰糖不用一啲啦。冰糖。冰糖留嘅人的乖，留嘅醬油落姜下加有啲咩鹹酸甜嘅味道做。人家說的提壺味啦。哦，提壺味。然後酒，這個是米酒啦，米酒或白酒都行。好，然後加一點我們的胡椒鹽。好，胡椒粉。客家味都很喜歡胡椒粉，一定要胡椒。然後還有我們的醬油。好，醬油是在一兩味。好，謝謝。睇有一天不用，因為按整出來肉哦，肉色都好看。鬆色。我們大概放。先吃這不用了，3匙差不多了。好，但是有點肉，我們就，因為我們好像還沒有放鹽，對不對？我們不用放鹽，對，所以用醬油。醬油就。鹹菜就有鹹嘅，鹹菜就有點咩鹹嘅，攪攪嘅。差不多了，可以。差不多哈，裝在我們的鍋子裡面。好，謝謝。等下整，嘿嘛。還要整鍋，我們把它。
进去铺平之后，好，先进去。禀报将军，哎，容我向瓦斯炉公主，我看一下火到底好水开了吗，公主？好了，哇，他的方式好豪迈啊！对，就怎么了吗？都不怕烫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啊，她是公主。哦，我们就把它摆到中间的位置。好，好，来。所以冰落去整的哈，对，其實佢比因any 冇準備天幕啦，其實冰天幕咪做得，你就直接冰落落去地位度，哈。好。太火，強用太火係冇？聲音哦，聲音，小心，會燙，燙到。我有手燙到旁邊。還好嗎？哦，還好啦，做得。你那個重複卡係太火。他是將軍的哈，甜上夜哈，差不多一等幾久？差不多4分鐘左右。4分鐘啊，當腳4分鐘做啦，冇這塊。哇，10分鐘當腳哈。哎，當腳。按你做得嘞哈。按你應該是做得的。好，關火嗎？火爐已先關起來。好。麻煩一下哦。好 ，OK。聲音哦。好。哇，冻酱哦，好漂亮。那切到位，那个葱诶，不用上包。好。我看人笑容，我就提讲，感觉非常的满意。动漫意哦。你看我吃咖很看我吃。这东西看起来当好吃啦。哎，早被俩行业配应该你的 SOP 吗？啊？我的白饭，我的白饭就是我的 SOP 啊。对呀。我也饭你来比。差不多诶。差不多诶哈。OK。我们就把它放在好，不用上去。好。哇。好。哎，你做得嘞？嘿。看起来正經當模強樣，雙倍嘅情誼啊！看起來就動作得棒翻哦。哎，來將軍，讓我來為您服務好了，我幫你拿着。龍太家講，愛搶太家食的黑馬雞，梅乾菜蒸肉。試下。要是转过卡斯的米西呀，好想要回家，我先走。不是要先来碗白饭？不好意思。哎，牙白羊为熊头用盖妞啊，还蛮让我惊讶的。因为妞妞从白走过。这个理由很不错。生意哦，懂谁？主厨的铁砂掌又出现了。看起来暗江，披起了暗香。设计的一听懂后声，哇，我的顺口溜出现了。你有没有抹翻？禀报将军，来一碗白饭。你要说转播卡斯的米西呀。好想要回家，我先走啊！不是要先来碗白饭？不好意思，太想要回家了。我啲用饭来做一些某人梅咧，你条件紧做，我去紧看。我就在想说，吃的时候我一定要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。来到该脆瓜嘅痛豆體。做唔得。嘿，我啲咧，因為鹹菜係有食到啊，用為冇味湯咯。好。
我跟你学。應該啊，懂厲害呢。達人，芥菜達人。有啲人咧泡菜，不因為整肉鹽，會把肉搶走給他們吃。懂等於啊，完全只吃到肉，可能因為啊，我就是喜歡吃肉，多放一點。可是有時候不因為啊泡菜做肉冇好。會讓這個整個肉丸又被刮搶走。料冇哦，之後你來泡出來，它讓這個肉味更厲害了之外，它也讓那個花瓜增加了那個泡出來某種口感。嘿，哇，不簡單。上海食泡出來第一米湯就不用較大啲泡出來，啊上海生肉嘅話就不用較大啲。可能你喜好，大家嘅喜好冇同樣。不過同樣就會來一碗白飯。真嘅，來一碗白飯，我跟你講，來一碗白飯之前，我介紹暗後嘅將軍不能淹死，除了來碗白飯，可以來一個主廚嗎？冇問題，我兩講，我今日兩介紹嘅兩位主廚哦，冇簡單，佢當為用你介啲嘅泡菜來做料理。係啊，韓國哦，佢最厲害嘅係西式料理。等下，楚泰安呢？你要搭配將軍啊，將愛也要有那種。好，那我就給你一個大臣。哎呦，大臣來了，是不是？對，來，西式料理大臣，好不好？好。介紹我們的主廚戴範成主廚。哎呀，大臣啊，大臣。有嗎？有沒有符合主題？大臣，有沒有？哦。兩邊好朋友有沒有？哎，不好意思，幫我拿一下東西，然後他就陳尊子，陳尊子。你剛剛看了，你剛剛一定有先了解下你人種嘅泡菜哈。弄個該泡菜凍好些，凍香。我家食到湯，你食到肉，真緊都是喺度有啊。係，你介紹乜嘢？你用假泡菜嚟做乜嘢？做該卷，蛋卷，什麼卷？什麼卷？雞肉卷，乾肉卷。雞肉哦，係啲泡菜有上因為它煮湯嘅較多。係啊，煮湯對多。煮湯較多啦。同時有糖豆講過做雞肉卷那些東西。雞肉卷，係咩東西？給大家來看一下營養版做嘅梅乾香菇雞肉卷。梅乾香菇雞肉卷，哦，你睇起來哦，雞肉撈梅乾菜其實也蠻搭的。譬如講，你家一開始喺講煮鹹菜湯，不用雞肉咪當好食，哈。根本呢又介紹頂級的食材了，給我們頂級的主廚了，開始了。好，來先撈個紹興酒，好。雞肉係雞髀，係雞粒嘛。紹興酒先放下去。為什麼會用紹興酒呢？因為該乾肉一般肉是有一張梅頭啦，然後該紹興酒放落去，佢加一隻香梅，梅頭嘛冇有。今日係放米酒做得嘛？做得啊，做得哦。紹興較香，唔錯。係。好，胡椒粉，胡椒粉。係，我給拌一下。好。來等下拿魚來燒個修一下，平均的讓它上那個都有入到酒味。第二先來切個梅乾，好。哦，梅乾菜其實 Andy 嘅主廚啊，他很常用梅乾菜入菜。哦，真係哦。係啊。哦。應該版用為上頭用雞肉啊，還蠻讓我驚訝的。因為牛肉從白做過，這個理由很不錯。是這樣。唔係牛肉嘅成本太強貴嘅呀。冇啦，其實唔講是咯，唔講嘢是咯。梅乾撈牛肉還有動到做法。係啊，就大白做同樣問題來看咩？好少人做嘅梅乾菜撈牛肉都咧用嘅藍紋 cheese。哦，藍紋 cheese。不過台灣人下鹹嘅梅頭，啊，了下切氣嘅香菇。係。好，還有點蒜頭。好，蒜頭。
姜央切幼幼的，系冇？哎，聽我食辣咩做得不用辣咯？未做得啦。唔好按辣。唔姜辣的做得不用辣。好，差唔多咧。好，按表下已差唔多。係。接下來生嘅切好嘅那燒肉。係，雞肉燒一下。雞肉燒一下嗬。其實佢看起來係當香腸嗬。係啊。唔過佢哋真係雖然當厲害，就像拿啲做菜的那個領域上面也是很厲害的。你有想過你太出來之後的上市上櫃嗎？其實我還蠻期待那一天的。愛門將軍呢？愛門將軍。哎，您進入安熊狗嗎？真的說真的。你讓他講出來，以後就有啦。哦，真的。以前冇啦。嗯，讓你天發留言，我們報一下，那個什麼時候可以買幾張？啊，主廚，你現在是把這個雞腿肉的皮和個還配個部分切開，還有骨頭，要去繡下片。因為要做繭嘛，古時候講愛用骨頭去剔，還有它把它弄得比較平整一點，安尼它好繭。熟嘅時節係咪強壯啊？還有用較油嘅東西切剔啦吼，雞。有點緊啊嘛個。係，到時食起來較好食，咬起來較好咬啊。魚脖子。好。好，你還用鋁箔紙，先準備好，然後開始炒用點油，好。愛農家嘅梅乾菜還有香菇炒過。梅乾菜因為梅乾菜係愛油下袂香，所以油用加點唔怕。好。因為大概人中哥的梅乾菜凍香，凍香比一般的該冇強濃。睇下蛇哦，春末買沙。我們一般時蔥買進來，會下澳做點。細凍叫。對，錯。唔對，你要出來做在前度凍到嘅生力軍。對。凍到一條架，對不對？你凍到一條架。香港人做的。哦。要走在看到凍豆為這個食材食物認真努力，不管是烹調或是種植或是養殖的，係了解清楚凍豆安用應該達人。炒一下香梅。香梅出來咧，好香哦。其實香菇咩愛炒啊，菇類都要炒，就是煸過哈。其實給它米絲會很香。菇類下大火。炒起來較香，咁咧細火，因為菇咧該水較多，都唔得細火。差唔多香梅出來，嚟做嚟倒起來。好，好，嘅生下來喏，生下來嗱度，一嚟爆係嘛？加一點嘅鹽，好嚟，講停出停哦。好，對。他講的好，好像當兵哦。好。加一點嘅太白粉。好。係。好。因為加一點下較唔落鐵。它唔落鐵吼。係。它鹽它鹹啲。哦，其實你係鹹，主要係來自你嘅泡菜嘅鹹，吼，還有人加有味啲嘅鹽啲肉蛋白。
蛮靠是同乡的。好，同乡哈。哎，蛮靠是同乡。哎，向梅东庄的。嗯。好。好。按你用剑，用锡箔纸包起来以后呢，放到烤箱烤盘当杯。烤箱的温度会几度？差不多200或220。放落去哈，按你差不多要几多分钟？差不多15到20分钟。15到20分钟啦，鸡肉要熟的哈，唔怕啦哈，你不要包起。做得差不多15分钟，莫按左打开来，再去翕一下。翕，再个15分钟。哦，放落去咯。哎，你20分钟之内就做来是鸡肉羹咯，莫这块。20分钟过来哈，麻烦一下英英，声音哦，小落落的，哇！啊，我有听到叽叽喳喳、噼噼啪啪的声音了，有听到的哈，有弹动。为什么哈？这个紫洋葱是搭配的吗？有的该，你是该皮酱还有的，你做得配一点洋葱丝。芝麻水，本件辣味莫按呛人哈。我洗落去切切，吼。哇，主厨的铁砂掌又出现了。声音哦，懂谁？专注的看着他。开礼物，哇！而且它会端端的。哦。主厨，我们有一种屏气凝神的感觉。我们好安静，我们都舍不得讲话。味道太香了。看起来暗姜，听起来暗香，说起来一听懂后生，哇，我的顺口溜出现了。来，等一下，同大家讲，要请大家说的什么个？培根香菇鸡肉卷。说下。主厨，你真的是让这个泡菜啊，跟这个鸡肉蹦出新滋味。真的蹦出新滋味了，不用下去走的哦，不用下去水迄浅的，做嚟做真，动枪你就强度的，有强度哦，唔是看过。牛糖都烤喺上嘛，我講啲雞肉啊，醃到啲泡菜米之後，我做啲雞肉變得鹹啊嫩，還有我家想講，香菇就香菇啊，唔過咬到爆面竟然有泡菜米呢，我知道最厲害出嚟啲畫龍點睛的什麼紫洋葱，因為俺哋食下去之後，本嚟。吃到刚啊，吃了好多肉，好像感觉很油腻。不过它竟然画龙点，因为泡菜已经它解油腻了，冇想到俩本泡菜米暗黑，哇，这个太出我意料之外了。对呀，主厨你真的是让这个泡菜啊，跟这个鸡肉蹦出新滋味。真的蹦出新滋味了。不过，你啥啥讲？冇准算，将军，请问一下，对吗？知道呀，蹦出了新滋味。泡菜米头吼，牛都要点有底度啊嘛，真正懂后生。
你冇想到吼，冇想到你讲大概都煮汤哈多啊，有想到嘛？下摆吹龙太家讲泡菜的时间，你有加一行做来做盆太家吃嘞，有简单，形式嘅料理，其实冇安难，每西式的方法来做样的东西，还有一种创新的做味啊。对于你来讲啊，两啥其实年纪冇差很多，像兄弟样，像好朋友样，你用办看来你的人种，讲你下按后上做了安尼当难点的，当然，你刚刚去讲啊，佢冇看过洗泡菜，不用下去走的哦，不用下去水迄钱的，做嚟做针，动枪你都强度的，有强度哦，唔是看过的，叫做表示讲佢真正动用心，佢强要按后上，煮的东西拢也泡菜做了很好，有麻烦啲讲。啊，家开始家看佢切菜啊，佢有一定的功力啦，啊，家健康啊。做啊，洋葱切得特别好，懂感通吼。就像唔难对人的台菜按用心，还 SOP 还做报表，同样的道理嘛。什么用啥？不然你按好的机会，认识到台菜冇同样的人性之外，还要做按好的料不然你是什么用啥哦？啊，这些有含的高价料哈。各位乡亲朋友，两位后生人吼，搞不然你的迄讲。有常是传统的东西冇问题，你记喺神堂虽然看到哇当新当创新，不过冇唔记得咯，记得咩啲阿公阿婆啦、阿爸阿妹神堂嘅传统学习来嘅嗬，本記就當到機會，本記就含啊多嘅能量來到家家有好食，做含啊多好食東西，本大家食，本大家看，本大家了解。記得咯，空檔時間收看家家有好食。歡迎大家來主持。咁嚟了。哇，你吃完了，更好吃。真正當好食。随便好吃都當多的事情，最重要的係，唔管係中式的、西式的方式來煮呀的菜呢，然後的鹹菜啊、泡菜啊、梅乾菜呢，都煮到一好食。吃到下擺我去擺攤的時節後，除了講煮湯安尼湯來搶大家食之外呢，後來煮到嘅配啲東西。本大家食到無強嘅味道，像大主廚煮嘅雞肉卷，也下擺我就會考慮來煮一道菜請大家食。什麼大家？安是誰？